大家好，我係 LL，我係聰安。開始之前戴個頭盔先。歡迎收睇玩具周報，我係你嘅客席主持聰汪。每個月我哋會為你精選6款玩具產品，喺旺角為你實地追蹤價格走勢。將時間交俾實習記者 LL。唔該晒聰汪，又到咗星期六，咁梗係要出去睇下價錢啦。咁今個星期咧兩個場人流咧反差都幾大嘅。現時點嗰邊咧就好逼人，咁但係咧信和嗰邊就比較疏落，咁啊真係唔知點解啦。咁另外咧今日咧我哋係第3節嘅獎品交收日啦，咁咧有師兄交收嗰時咧就一齊吹咗陣玩具經，咁其實感覺都幾正嘅。希望將來都有機會同大家傾下偈咁樣最好啦。咁另外再一次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我就講到呢度先啦。咁以下咧就係我哋今個星期嘅玩具報價。Metal Build Festival 2024 Destiny Gundam Full Package 呢一件產品咧，今個星期咧就最後一次報價啦。我哋行勻晒兩個場，都只係見到極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啫。咁有得賣嘅地方咧，基本上同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嘅。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係完全冇變過嘅。佢最高價係3020，最低價係2800。跟住落嚟呢一款產品都係最後一次報價，佢就係超合金魂嘅 GX40 SP 六神合體超合金50周年版本。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行勻晒兩個場裏面，見到有得賣嘅地方都少咗好多。就算見到有得賣都好咧，基本上都只係集中咗喺現時點嘅啫。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上升咗少少，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980，最低價都係1980。Tomica Premium Unlimited 4驅小子裏面嘅地平線呢一款產品咧，都係最後一次報價啦。我哋今個星期咧喺兩個場裏面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咧對比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基本上呢個價錢已經維持咗成3個星期噶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5蚊，最低價60蚊。跟住落嚟係超合金嘅產品，佢就係馬克高高高裏面嘅超級跑車馬克5。呢一款產品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都見到多翻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最高價同埋最低價都各自提升咗少少。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597，最低價係2200。SH Figures 海賊王珠寶玻璃未來導彈頭篇呢一款產品咧，今個星期迎嚟最後一次報價啦。我哋今個星期咧喺兩個場裏面咧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咧就下降咗少少。咁但係基於因為太多貨嘅關係咧，我哋始終都仲係覺得佢係會有下調嘅空間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80蚊，最低價係390蚊。SH Figures 超人太郎裏面嘅超人之母呢一款產品咧，到咗今個星期終於迎嚟最後一次報價啦。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不過我哋相信鹹蛋超人嘅產品咧，因為佢價格下調空間有限，所以佢嘅價錢應該維持一段時間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98蚊，最低價係480蚊。SH Figures 超人高斯月神模式呢一款產品咧，我哋已經報價報咗成2個月噶啦。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咁相信咧佢嚟緊仲會有價錢下調嘅空間嘅。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係完全冇變過。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40蚊，最低價係308蚊。SH Figures 星球大戰 OB1 嘅經典版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最高價咧對比上星期咧，終於都回升翻唔少。咁但係咧最低價係完全一模一樣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531蚊，最低價係450蚊。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嘅產品，佢就係 SH Figures 真骨雕蒙面超人龍源呢一款產品。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都只係見到幾間鋪頭係有得賣嘅啫。而我哋喺現時點裏面揾到一間鋪頭，佢賣得比我哋上星期報嘅最低價仲平咗少少。佢呢個價錢終於打破咗3星期嘅最低價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80蚊，最低價係670蚊。SH Figures 機動戰士高達馬莎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而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咧又回升翻少少。咁唔知呢一款產品咧咁多貨嚟緊會唔會再有下跌嘅空間咧？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699蚊，最低價係520蚊。SH Figures 遊戲王暗遊戲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而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咧又再創新低啦。仲順手幫聰王入咗一隻，睇下佢會唔會埃及展帶入去應下節。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58蚊，最低價係330蚊。跟住落嚟都仲係 SH Figures 嘅產品，佢就係我的英雄學院裏面嘅麗日與茶子呢一款產品咧，已經推出咗1個月有多噶啦。我哋今個星期咧喺兩個場裏面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同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佢嘅最高價係450蚊，最低價係380蚊。
跟住落嚟係去到星矢嘅玩具，佢就係聖鬥士星矢聖衣神話 EX 嘅奧丁星矢。呢一款產品咧已經推出咗1個月有多噶啦。我哋喺2個場裏面都只係見到現時點有得賣嘅啫，就算有得賣都好啦，都只係得翻2-3間鋪頭係有得賣嘅。佢個價錢對比上星期咧就上升咗少少，咁如果有興趣買嘅師兄咧，可能要快少少入手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380，最低價係990。跟住落嚟又要去翻真骨雕嘅產品啦，佢就係蒙面超人嘅強者。呢一款產品都已經推出咗1個月有多噶啦，我哋喺2個場裏面咧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我哋見到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都上升咗少少，咁睇嚟佢嘅價錢咧應該都會繼續咁樣上升噶啦。有興趣嘅師兄都可能盡快入手會比較好。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980蚊，最低價係750蚊。跟住落嚟我哋要講翻 SH Figures 嘅產品啦，佢就係鏈鋸人雷傑篇裏面嘅鏈鋸人。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行勻咗2個場咧，都只係見到極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啫。但係我哋就見得到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都下調咗唔少，仲要講緊係大鋪將佢嘅售價下調。咁相信出面有得賣嘅地方咧，都應該會將價錢繼續下調噶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335蚊，最低價係268蚊。跟住落嚟都仲係 SH Figures 嘅產品，佢就係 No.1 戰隊裏面嘅豪收郎。可能真係因為受到戰隊收皮新聞嘅影響啦，我哋今個星期喺行勻晒2個場之後咧，都見唔到有任何地方係有得賣嘅。睇嚟呢個收皮新聞嘅威力真係好大。咁由於揾唔到價錢啦，所以今個星期係此貨暫缺嘅。跟住都仲係 SH Figures 嘅產品，佢就係新世紀福音戰士裏面嘅凌波麗。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咧，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出奇地咧，見得到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咧都下降咗唔少。咁唔知係咪關網上一啲評價話佢嘅產品出得唔係太好，所以佢價錢都有少少下調呢？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98蚊，最低價係390蚊。再胎1:18拳王98嘅主人公隊，呢一款產品咧，其實都已經推出咗一段時間噶啦。我哋喺2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同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佢嘅最高價係714蚊。最低價係699蚊，跟住落嚟都仲係拳王嘅產品，佢就係吞噬工作室嘅拳王978神鵪。呢一款產品咧已經推出咗一段時間噶啦，我哋今個星期咧喺2個場裏面咧都只係見到極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啫，仲要主要集中咗喺信和嗰邊添。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980蚊，最低價係660蚊。跟住落嚟我哋又要講翻真骨雕嘅產品啦，佢就係蒙面超人1號榮光之超和騎士。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賣法同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基本上好多地方都係人家車咁樣賣法嘅。我自己咧就可能要觀望下先，因為我本身咧有隻50週年版本，就諗緊買唔買架車襯一襯咁解嘅啫。佢今個星期嘅最低價同埋最高價都有所改變，其實價錢嚟講真係幾吸引嘅。佢個最高價係1230，最低價係930蚊。跟住落嚟都仲係真骨雕嘅產品，佢就係師兄推介嘅秘密戰隊5連者嘅赤連者超級戰隊50週年版本。由於新推出嘅關係，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呢個 range 都幾大，咁就咁睇咁多貨咧，相信佢嘅價錢有機會有下調嘅空間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50蚊，最低價係620蚊。哇！呢一排咧真骨雕真係幾多產品下嘅。跟住落嚟我哋要講嘅咧就係師兄推介嘅真骨雕超人吉田嘅再版。佢同秘密戰隊一樣，由於新推出嘅關係咧，我哋喺2個場裏面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買嘅。佢嘅價錢個 range 都真係好闊下。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698蚊，最低價係430蚊。Action Toys Mini 合金鐵人28號 FX 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買嘅。但係咧，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咧就回升翻唔少，相信佢上星期嘅最低價都係一閃即逝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680蚊，最低價係600蚊。Free Zero Robot 道百獸王復古玩具版，呢一款百獸王產品已經推出咗成個幾月噶啦。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都只係見到極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仲主要集中咗喺信和嗰邊嘅添。咁佢嘅價錢咧對比上星期都係完全冇變過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409，最低價係1980。跟住落嚟要講嘅產品，佢就係 Jumbo Machine Leader 百變龍。呢一款產品，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但係我哋就見得到佢嘅最高價對比上星期咧就大幅下降咗啦。照咁睇嚟咧，佢應該都跟翻同類型嘅產品咧，繼續會有下調個空間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150，最低價係1050。跟住落嚟要講嘅產品，佢就係 DX 超合金嘅熱氣巴沙拿特規機火焰女武神。
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一兩個場裏面咧，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咁但係咧就見得到啲大鋪咧，終於將佢嘅價錢減價啦。所以佢嘅最高價對比上星期係下跌咗唔少嘅。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680，最低價係1300。跟住落嚟要講嘅產品，佢就係隊合體勇者特級隊裏面嘅黑暗特級勇者。呢一款產品推出咗3個星期左右啦，到今個星期咧又再創新低啦。我哋今個星期一兩個場裏面咧就見唔到話太多地方係有得賣嘅，咁但係就見得到咧喺現時點嗰邊咧就比較多貨，咁有興趣嘅師兄咧就可以喺嗰邊睇睇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423，最低價係1200。終於要講景品嘅系列啦，我哋嚟緊要講嘅就係 Grandista 鬼滅之刃銅魔。呢一款產品咧之前嗰幾個星期咧都係 keep 住價錢上升同埋少貨，咁到咗今個星期咧佢個貨量都仲係見到係少嘅，但係就見得到佢嘅最低價就回落翻。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340蚊。最低價係178蚊，跟住落嚟都仲係要講 Grandista 嘅產品，佢就係一拳超人嘅奇玉。呢一款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一兩個場裏面咧都只係見到極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啫。咁但係佢嘅價錢咧對比上星期都仲係冇變過嘅。咁如果有興趣嘅師兄咧，最好就快少少入手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40蚊，最低價係115蚊。去到模型系列啦，呢一款產品咧佢就係 RG Wing Gundam Zero。呢一款產品我哋今個星期去到最後一次報價啦，咁但係就估唔到我哋喺兩個場裏面咧完全揾唔到佢嘅蹤影，所以今個星期係此貨暫缺嘅。但係我都要不厭其煩咁同各位師兄講翻，正所謂有 Bandai 有再版，所以各位師兄等一等就 OK 噶啦。EG Wing Gundam 呢一款產品已經推出咗成2個月噶啦，我哋見得到兩個場裏面咧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但係就見到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又上升翻少少。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9蚊。最低價係70蚊。Modoroid VS 騎士嘅焰火皇帝呢一款產品，我哋喺兩個場裏面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但係就見得到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咧就上升翻唔少啦。咁睇嚟我自己都錯過咗呢一款產品嘅最低價，睇下將來會唔會有機會買得到平嘢先。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382蚊，最低價係361蚊。跟住落嚟，我哋要講翻一款觀眾要求嘅產品，佢就係 HG11144機動戰士高達 G Class 裏面嘅渣古 GQ。呢一款咧係一款再版模型嚟嘅，我哋喺兩個場裏面都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價錢個 range 都相差得幾遠下。如果有興趣嘅師兄咧，可以去現時點睇睇，揾一揾平貨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58蚊，最低價係110蚊。去到 LEGO 嘅產品啦，嚟緊要講嘅就係10365黑珍珠號。呢一款產品今個星期係去到最後一次報價啦，我哋喺現時點嗰邊咧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又再回落翻少少。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350，最低價係2260。跟住嚟緊呢款產品咧，佢就係 LEGO 72046 Game Boy。我哋今個星期喺現時點嗰邊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又再進一步回落，就咁睇嚟都真係就快到我出手嘅時候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20蚊，最低價係398蚊。嚟緊係一款新加入嘅產品，佢就係聰汪要求嘅 LEGO 75419嘅死星。呢一款產品我行勻咗現時點成個場咧，都只係見到有一間鋪頭係有得賣嘅啫。咁唔知係咪因為佢個超巨型嘅 size 令到啲鋪頭唔敢擺出鋪面？睇下下星期會唔會多啲鋪頭有得賣先。佢今個星期最高價同埋最低價都係5700蚊。唔該晒 LL。以下係嚟自觀眾 GR4 嘅報料。東映已經申請註冊超宇宙刑事卡邦 Infinity 嘅商標，準備接檔即將完結嘅超級戰隊系列。各位特攝迷準備好迎接金屬英雄嘅回歸未呢？有份製作 One Piece 同龍珠嘅東映資深動畫導演長風達也離世，終年53歲。多謝你對呢兩套長青動畫嘅付出。Bandai 出現放送事故，事緣佢喺網上直播披露 PG Unleashed New Gundam 嘅開箱細節。點知主持把玩嘅時候出現嚴重嘅腳軟問題，其實唔止隻玩具，你見主持個表情，相信佢都嚇到腳軟。錢玩錢1周年大抽獎，第2彈嘅大獎係 SHF 超級撒亞人孫悟空決戰開幕版。另外每位參加者都可以獲得 One Piece Card Game OP11 包，送完即止。參加方法好簡單，大家只需要留言你合適嘅 A、B 或 C 領獎時段就得。LL 會親自喺現時點門口派獎，只限有訂閱嘅朋友參加，每彈限參加1次。12月仲有第3彈抽獎，大家記得留意。另外，大家如果有邊間玩具鋪想我哋涵蓋報價，歡迎留言，地區不限。多謝收睇玩具週報，我哋下星期再見。多謝大家睇到呢度啊！中意嘅話，大家可以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咁下次記得睇我哋條片啦，拜拜。